祝隆中兄弟姊妹平安健康快樂。那生日是個慶祝耶穌受難日，紀日拜六，小組是個慶祝耶穌復活節。那但係有樣嘅日子呢，因為到上帝錫切嘅人類，在2個年頭521按樣人講到，佢啲人班含到吹，本是個滅道變成有吹，因為到佢嚟到世間時勢時間嚟擔責嘅罪惡嘅方面，嗱，為了咩？為了在耶穌內中是個得到對嘅人，得到義人，在上帝裏面，透過耶穌基督等於義人，啊，ça是個新人，耶穌基督係一個救主，佢擔責嘅罪，在上帝裏面是個變成義人。嗱，歌羅西書13節按樣人講到，佢格是個脫離從呢暗裏嘅方面，就是罪惡呢達到嘅方面，到大是個去上帝嘅國家嘅裏面，透過佢嘅恩典，透過佢嘅寫，透過佢嘅愛，因為到呢歌羅西書14節有人講到，在耶穌內中是個得到贖從罪惡呢個方面，就係講到原諒罪惡嘅方面。咪啥相信嚟啥信任嘅，是個得到原諒罪，是個世間嘅喺度，唔係本罪惡產到，亦係離開呢世間，是個也唔係離開很避落罪，是個屬於義人脫離嘅人，自由對呢罪惡嘅方面。嗱，你係咪人要謙卑，聽嘅禱告，聽嘅求信任，你心裏相信，你得到你脫離罪惡嘅方面，就係得到永遠嘅生命。聽嘅禱告，主耶穌。感謝你，我信任，我隨任，我需要救助。你下，我打開心，打開口，信任耶穌基督係我救主，係我上帝。我打開心，相信你，落我心中。我你下，我相信，我脫離從一罪惡達到嘅方面，我上帝嘅安娜，我信你，我得勝。在耶穌基督裏面，阿門。